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22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天有什么新闻重点。花莲港码头因为地动受到破坏，其中上港25号码头崩甲正严重，要简单到年底才法度修复。前副总统萧美琴向白宫用特权要求外交部免除苏州的查验，外交部跟财政部拢强调讲有依法申请。台南市有家长会长牵涉到请案，又搁威胁学校的督办人员。台南市教育局说，家长会长的排污条款是全台湾头一个。新闻一开始来看4月初3的花莲大地震哦，嘛影响到花莲港有部分的码头闭开，渔船的进出航道嘛受到破坏。渔民是真烦恼，讲船只的进出路会扩大。花莲港公司是表示讲，其中上港25号的码头哦是崩甲真严重，就要赶到年底哦才有法度修复咯。这是花莲港挖东部环的25号码头。控诉03地震了后，造成路边的悬架差上大到70公分，规条最高的挂也会掀开。港公司讲，这是2006大地震了上严重的一遍。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陷落？就是码头后线的备填区，然后有部分的土壤异化造成这样，因为50到70公分的陷落。另外，伫国内花莲区渔会要灾情，除了一寡码头有必船有绑来危险以外，渔船出入的港际航道地面敢若是有木起来，渔民行喺船底举拔着，龙潭海水满后时阵出港。凸体的两旁边中间那边是超前的，清澈一点的话，现在马上可以看到海底。以前退潮低的话，很低的话也不会去搁浅。那地震之后呢？地震之后的话，它的船体的话都会触摸到地面，对。关府农业处也派人去了解，花顶的灾损怎么继续伫咧统计，水底部分要请工程单位落去看。那这部分我们都持续的在观察当中，那也会跟渔业署来反映，共同来争取我们相关的经费跟修缮。花莲港公司强调，怎么上港内面这个25号码头的地面受损，航道目前是正正常，修理工程就要到今年年底才能完成。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进前哦，传出骇客伫网络顶头的卖咱国外交部的物件。最近哦，又搁传出讲，前副总统萧美琴伫结束驻美代表任期回国的时，有透过外交部要求免除苏州的查验。外交部是指出讲，这份网络物件来源不明，牵涉到恶意的认知作证哦。财政部嘛表示讲，萧美琴有申请自用酒品的通关，冇经过审查，一切拢有依法办理。公文顶关写前驻美大使萧美琴放调回国通关事宜，网络论坛出现疑似外交部公文。社会媒体有网友发文表示，萧美琴回国时阵，透过外交部要求关务署免苏州查验，财政部也协调办理，这笔有特权。外交部马上澄清，驻外人员回国早自用物品拢是依法办理，各指出相关物件恶意操弄禁止证。鉴于网络所称文件来源可疑，并可能涉及境外变造、伪造与操弄认知作战的恶意，外交部将与相关机关协调调查。财政部透过新闻稿回应指出，这案件经过审批符合关税法第49条规定，数日将自用酒类数量无超过5公升，无需要赴分酒进口业许可执照，也免办理卫生查验，甲一般外交人员回国前指定书规定完全同款。未来申报进口时阵，除了1公升免税以外，超过部分拢会依法扣税。按照财政部的规定来进行而且是行之有年了。类似这样的认知作战的作为我个人认为相当的不可取。那民众呢也要提高警觉。不过这是为海客卖咱的4GB 的外交物件了后，搁一件政府文件技术外泄的事件。学者认为，无论资料真假，政府单位拢应该加强治安的防护。看起来也是有一点类似有政治目的的一些情形。那如果是从暗网的话，那要追踪来讲，它的难度就会比较高。如果说能够跟这个美国或等等具有相关能力的这样子的国家有去做一些合作的话，那当然比较有助于发现问题到底在哪里。因为相关物件拢是成伫暗网散布，学者建议政府应主动查漏，甲美国等国进行跨国合作，追查骇客来源。记者综合报道。
台电总经理王耀庭20宣布时节，行政院早起嘛表示讲会慰留。今仔早起，王耀庭嘛公开表示讲，伊时节是因为真唔敢讲同事红骂，嘛真讨厌台电，真做是政治斗争的工具。王耀庭后天是表示讲，向来领导台电哦，难免拢会去拄着失电、设备各种的问题。伊讲哦，伊决定要留来继续拍拼，是因为台电工会表示讲，伊若离开会造成当面的不安。很难过。提出辞职会第3天，台电总经理王耀庭出面开记者会后天，强调会想要辞职，是无忍心看到台电2.8万外的同事互外界骂，才用辞职来捍卫同事的努力。面对行政长陈建仁等各界慰留，王耀庭讲，伊会留落来为台电负责。如果你这时候离开，不但曲解不会停止，恶意的揣测还会更多。我在这边，我还是留下来跟同仁一起奋斗、打拼。王耀庭表示，伊讨厌台电被当作是政治工具，高盘出数据显示，台电近10年来已经将停电次数减少70%，佮将停电比作是车害器，不管什么人来做拢共款。全世界任何一个人坐这个位置，坐在电力公司的任何这个位置，没有人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是必然发生。就像你开车，可以保证这台车在路上走不会停电吗？不会抛锚吗？针对苏伊5台电4部机组同时出问题，台电最后启用数量反应措施，一度电上悬，以12块向企业买电。王耀庭表示，迄一天总共开2450万来买电，强调平均一度电是5.1块。包含行政长陈建仁也佮发声王耀庭，望伊接受慰留。我希望他能够任怨任劳继续为台电为台湾的电力的供应来努力。我也请这个经济部呢务必要大力的来慰留。基层上来非常的专业，那处事也都非常的用心跟细心。那这个是我们台电的团队非常重要的成员，我们希望他能够留下来。面对最近桃园等地一直停电的事件，台电总经理王耀庭澄清辞职甲经济部长或者是处长无关系，所以会唔惊批评，甲2.8万个台电同事来拍拼，为稳定供电继续努力。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刑事局宣布掠到一个大型的地下机会集团因以台湾证交所的股票指数来拔缴收手续费，有上百个交客交本是超过2亿。警方埋伏伫咧楼梯间，发现目标全部冲起来，入去厝内逮捕嫌犯。警察，叫做名字。桌顶的手机、电脑全部拢是操盘的工具。刑事局接到线报，王姓主嫌为首的地下机会集团，伫咧新北甲台中有几类组头，以台湾证券交易所发行量加权股价指数作为拔缴的落度目标，以做多或者是做空，起拔1点计价200块输赢。大概落单收100至150块作为手续费，输赢紧会当每工落度的特性作为诱因，吸引900名赌客进出金额高达2亿，集团不法的利益超过3200多万。此类经济犯罪如果主头集资收注金额高的话，有可能会影响期货或股市个股的涨跌，以便操控。警方为2022年到今，先后伫咧北中2地3波查缉，总共逮捕王姓主嫌、江姓组头在内20名集团成员，其中也有蔡拿族担任接单员，定期协助小小坡来闪避警方的查缉。专案以涉犯洗钱防治法、机会交易法、刑法营利拔缴罪等罪嫌，移送台北甲台中地检署侦办。记者台中报道。高雄的公山分局昨暗头有警察在交通管制的时有一个查甫人因为不满讲爱等红灯，所以摕石头等警察一个警察嘛受伤，某警察可能顶头的活动唔通去影响到交通，嘛互民众呛声。男主手摕着比拳头母搁较大石头向警察捡去，警方第一时间发现唔对闪避，也是互牵着手，倒伫手腕挫伤。路口监视器嘛翕着男主可能早有预谋，经过路口的时阵，故意用石头甲警察牵，了后就为南仔溪方向走去。上铐！男主掠着了后，发现原来是因为当时警方管制交通，伊不满爱等红灯。这群男子不满停等红灯，便持路边石头朝执行员警攻击。造成员警手腕挫伤。
警方嘛发现嫌犯倒离的过程有酒后骑车，以妨害公务、公共危险罪，甲伊移送侦办。同款是公山分局的员警，因为21号暗头仔桥头区甲昌路举办着射警活动，人群真济，游览车来来去去，造成着交通塌条的。员警劝导民众毋通妨害交通，颠倒回抢。警方表示，这场活动无申请路权，连讲有危险驾驶、无照驶车、弄红灯，还有无伫安全无顶顶46件违规，拢会开单。遇到员警呛声这名男子，即时会通知伊到案，爱了解着伊有涉嫌着妨害公务。记者王刘婷在很空个报道。台北市的公车司机目前阁欠3成，之前有人建议讲开放外籍人士来驶公车。台北市公共运输处就表示讲，目前的就业服务法是规定袂使。也毋过交通局表示讲，伊要向中央来建议，看讲法度来开放。交通部嘛回应讲，因会阁开会来讨论。公车班次真接真方便，真侪上下班的人真爱坐。不过面代讲，台北市公车面临着欠驾驶的情形。本来需要驾驶5262回，不过实际请日敢若3698人，人力欠扣是3成。公车驾驶缺员，这已经是长期的问题了。自从疫情以后，就更加的严重。我们希望政府能够正视这个问题啊，先能够修改法规，并且协助我们来培训外籍的技术移工。对于引入外籍的人才，业者持开放的态度。其实，伫桃园市已经有奈及利亚籍的人士苏埃德伫咧担任驾驶大客车司机的例。不过，市政府解释讲，苏埃德是甲本国人结婚，摕到居留权，才当担任驾驶员。因为目前的法规限制，就业服务法暂时是不准请外籍的公车司机。目前的话，我们受限就业服务法第46条的一些相关规定，那并没有开放外国人可以担任本国的职业驾驶，因为我们目前国内法规的部分，针对外国人身份，他能够去取得职业驾照，也有一些相关的限制。台北市公车驾驶人力真欠，要司机超时工作的情形。交通局表示，去年底已经研拟底中长期的改善对策，并且向中央提报，准备要开放外籍人士做司机。希望能解决欠人的问题。其实交通局都已经拟定短中长期的计划，也跟中央来反映。当然，我们同时也提高整个工作的待遇跟条件，好，希望能够尽快的让驾驶人力的缺口补足。公车处也进一步表示，市政府自2020年10月开始，增加驾驶赛车时间的查核频率。超过13点钟久严重超时的人，将会每一件拢罚，而且加重裁罚。去年超时裁罚的件数比2020年减少45%。在公车评鉴时阵，也会加驾驶超时纳入扣分的机制。记者综合报道。劳工团体真不满讲，最近这几天有真侪间伫桃园的美商对台湾的劳工是真无友善，劳资的争议是不断。今仔伊嘛去桃园市政府抗议呼吁市长张善政应该爱要求美商来台湾投资嘛爱保障台湾劳工的权益。美商进入桃园喽，张善政市长帮不帮忙？企业协议大声发口号，劳团一家人日早起去桃园市政府抗议，针对泰罗斯公司，各方面宣布5月初1开始，甲员工调去大园，若未配合就记控制，差不多120个员工受到影响。工会提出工时的补偿、交通车、甲犹太离职3大诉求，要求市长张善政出面斗3工，唔通又在美商企业欺负桃园的劳工。公司突然之间要调动到这么远，上下班时间1.5小时，严重影响他的家庭生活，那他必须被迫要做离职的动作。那我们希望公司能够给同仁优离的方案。距离公司表定的这个签厂的时间，其实已经不剩几天了。好，那员工过去的话就要被记旷职，那我们认为这个是有问题的。针对泰罗斯公司大园仓库，有风险工要咧施工。劳团烦恼有安全的记录，且市府就谨慎来检查，确保工作场所是安全的。进前科无关厂2个人死亡公安的事件，希望莫阁发生。工会嘛提高定情书给劳动局。泰勒斯工会这边的调解案，我们劳动局在上礼拜1有收案。那我们市府这边也非常积极的处理。那我们呼吁泰勒斯公司这边要持续跟工会协商，然后保障劳工权益。
另外，针对有关劳工去互美国公司求偿加做劳动事件发被告，法院虽然驳回公司对劳工求偿的请求，不过公司要是继续伫上诉这个案件，劳团呼吁桃园市宽永基金应该提供予被告的劳工诉讼的补助，阻挡头家人用司法的程序来欺负劳工。劳动局回应讲，会伫5月初2召开宽永基金委员会立案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个读国校的时，捌予音乐老师性骚扰的查某人，伊今仔出面指控讲，新北市一个现任的国小的音乐老师伊早一边教伊钢琴，一边对伊骹来手来。新北市政府嘛表示讲，这案已经依照性平法启动调查了。借由上课可能在弹琴的时候要打拍子，他会先把手放在我的大腿上，那先假借好像在打拍子，然后到后来是用摸的大腿。我偷看迄段去互性骚扰痛苦的记忆，这个负责人在民代陪同之下举行记者会，伊讲出伊10岁时阵去互钢琴老师性骚扰的过去。我弹错的时候，他可能要么就是直接可能会打我的头，那或是他会直接问我说 ：“OK， 那你现在弹错了。”那你想要被我打头，还是要被我摸？有老师，其他的老师会提醒自己班上的小学生说，上音乐课的时候记得要带外套，把自己的大腿遮住。我不知道这样子的老师还有什么资格在教育界呢？针对这点，新北市政府强调讲，4月初了解专案了后，已经依性平法启动调查。到今年4月，知悉第一时间立即通报，并召开性平会决议暂停该师职务，并离开校园，确保师生安全。案情尚未厘清完成调查之前，将搁置该师退休申请。就有陈情人，直到自己成为一个学校的辅导老师，他才有力气说出。已经过了追溯期的，就是他的一个受害，所以我们要修刑法第80条，把追溯期要自成年才起算。立委认为讲，旧法20年的追溯期，可以让这个恶质的老师逃过刑事责任，会推动刑法修法，追究因的刑责，来回应儿少时期防性侵害、性骚扰受害者的需求。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台南市一间高校的家长会长，去年底牵涉到一件性案，后来又搁威胁学校的督办人员，所以台南市教育局最近新增加做家长会长的条件限制规定讲3档内底有违法的行为，就袂当做会长。按算4月底实施，所以台南市嘛是全国头一个家长会长有设排污条款的县市。来到台南某一间学校的厨房，确认实在的采购、验收，拢有落实标准化的作业流程，就是要化解外界对校园食安的疑虑。真正有民代亚康讲，台南市某一间国小有使用烂去的菜，互囡仔做营养午餐。针对这件代志，台南市教育局表示，民代亚出来相片是要退回食材，并无真正互囡仔食到。因若针对食材讲有采购验收不实，也是有外力协别介入等等的问题，拢会过来调查。可以的话，也希望学校在这个部分能够再多加强一下。学校的把关可能蛮重要的吧？对啊，因为它量很大，可能需要花一点心力去处理这些事情。从采购接下来进货之后的验收程序，这个温度啊、重量啊，还有一些外表的所谓的这个检验。那检验如果有不合格，那么马上就会通知厂商要补货或退货。营养午餐烂菜问题引起关注，其中也有厨房向校方的行政人员反映了后，所受到家长会长的威胁这款事件，外界伫咧烦恼讲安尼去影响到学校的运作甲师生的安全。教育局表示会阁修订做家长会长的条件，最近3档内若是有违法，就袂当做会长；若是已经咧做会长的，嘛会改任。那对家长会具有象征性意义角色，甚至楷模示范的会长，其实是应该要有比较高的道德期待，有违反法令规定，那么有损这个家长会的形象，还有学校声誉的，就不能担任会长。那已经担任的，当然解任。教育局强调，家长会长的排污条款已经讨论真久啊，不是这件代志发生了后才临时来修订。按算这礼拜就会送到市政会议来讨论，上紧4月底会发布实施。到时就会成做全国第一个家长会长的排污条款，符合各界期待。
另外，针对营养午餐用到烂菜问题，教育局嘛启动专案调查。记者综合报道。宜兰县幼儿园的教保人员有人要申请县政府的人事服务年资的奖励，说防伊捌申请用留职停薪所以无合资格拒绝。教师工会是质疑讲，这款限制是违反性平法的规定。这套囡仔做艺术品，宜兰县公司的幼儿园的教保员有836人。最近风声有教保员要申请县府连续服务年资奖励时阵，因有育婴留职停薪，被告知无符合连续服务要件，奖励年资爱重新搁算，大法不公平。举例来说，他已经服务满8年，第9年他育婴留停之后，重新累计的话，他等于他回来的职场的第10年。就是另外一个阶段的连续年资的第1年而已。宜兰县教保服务人员奖励办法规定，教保员连续教保服务10年以上，而且成绩优良，对应申请奖励。为教保员儿子因为育婴留停登记登记停了后，各停薪各入职。教师者工会认为这无符合性别工作平等法，要求公司的部门面对受雇者有不利处分的规定，建议县府针对连续服务年资爱放任认定。那我们在经过工会反映之后，我们也再重新做考量。那这个部分我们会采从宽认定的方式，让这样的年资可以连续来继续来计算。县府表示，经过工会反映了后，已经重新考虑，决定未来连续年资若拄到留职停薪的情形，会放任认定，让教保员应算入留职停薪进前年资免搁定算，维护幼儿园职场的公平性。记者综合报道。看电影、唱 KTV， 还是拍高尔夫球等活动民众会搁放另外吸5、6岁。早起立法院伫审5、6岁的修正草案调查立委是拢支持讲废掉5、6岁。也毋过财政部长曾翠惠是强调讲，5、6岁是地方政府正重要的资源，现阶段无应该废止。不管是甲朋友伫 KTV 进行唱歌，或者是参加演唱会看表演，去电影院看电影、拍高尔夫球等，民众做真侪休闲娱乐活动的消费金额，除了包含营业税以外，还佫另外被扣5、6岁，引起调查立委检讨5、6岁的声音佫起来。地方政府一直扶植所谓的一个体育竞技，甚至一些艺文活动的表演。那我想这些产业把他们放在一个课税的标的里面，甚至这个要求要提出一些免税的证明，我想对所谓的一个中央也好，或是地方政府也好，形成很大的一个压力。列入奥运项目的高尔夫球运动，有多少的选手在下场练习的时候，民众去运动的时候，我的天哪！原来去打高尔夫球的时候还被课税。国内5、6岁是民国31年抗战时期开始扣的，最初的目的是重复国库税收，提倡战时减弱生活风气，佮针对高消费的娱乐扣税，佮来阻止这现象。项目包含电影、表演、戏剧、音乐演奏、竞技比赛、高尔夫球场等等。不过，立委认为目前文创产业营业额在台湾 GDP 占比已经到4.82%，做这代志人口占全国就业人口比重也高达2.4%。2021年台湾投资文创产业金额佫达到9.100亿，也就是讲政府一直鼓励文创，算是扣5、6岁，是自相矛盾，所以建议财政部应该废止。17年来呀，我们财政部做了哪一些努力，针对娱乐税该废止？没有嘛？不废止，然后接下来项目考虑税率的上限往下调整，以及赋予地方政府的一个权限，它可以去做停征。财政部表示，5、6岁是乡镇市重要财源，而且无适合替代财源，为保留地方自收财源甲财政自主空间，尊重地方政府意见。现阶段依然无适合废止，不过扣税项目应检讨，税率上限也应调降。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减少车辆的噪音，环境部今年开始要推动延长讲认证的措施，明年要开始处罚。也毋过立委是质疑讲，无应该只针对乌多摆汽车延长讲说毋免认证。也毋过环境部是表示讲因是先来处理数量较侪乌多摆，嘛继续扩大来推动科技执法，补充相关的设备。立委现场放一寡噪音，互环境部长听话，是车也是乌多摆发出来。根据环境部的统计，152年噪音定情的案件，
结果显示，以车辆的噪音上多，其中又搁以奥多拜上多。今年开始，伫咧撒排气管认证措施，交通部行配合修法，自明年1月开始，机车的排气管改装列做定期检验的项目，若违规将会罚。立委认为，汽车的噪音也应该纳管。为什么汽车的部分排气管改装是没有列入这个查核？汽车这部分目前交通部是还没有打算那个改装登记还没有开始实施。就环境部这边来讲，只要噪音超过标准的，不管是机车或者汽车都会开罚。环境部表示，车辆噪音也该由源头直咧管制，而即马新车拢需要通过新车噪音管制标准才能挂牌。伫年底进前，也会开始甲新车原形式排气管资料传到公路监理系统。而对于噪音处理面临着即马人力无够的问题，环境部再一遍表示支持扩大科技执法。最有效的方式，应该我们透过科技执法。认同，刚开始才210部了哈。对啊，的确有一点分配不均，那我会责成环境部我们同仁再来检讨。环境部表示，自2021年开始推动声音翕相科技执法，而即马继续伫咧办理，按算到2025年完成306套。记者综合报道。卫生福利部统计，咱国内有身心障碍手册慢性精神疾病患者已经超过13万人哦。新的精神卫生法上紧今年底会实施。卫生福利部嘛表示讲，未来来加设一寡社区的心理卫生中心哦。严重的病人强制住院，嘛来解讲爱经过法院来裁定。2019年7月，台铁嘉义站发生台警察的命案，嫌犯因为有私家失调症，一审判无罪。第2年过了，2021年9月，屏东县一位得到私家失调症的查甫人，因为不办车厢的女店员提醒伊爱挂水烟，唔拿出手甲人拍，又个残忍的要污伊的目睭，震惊社会。为着要量早预防甲治疗精神疾病，卫生部完成修订新版的精神卫生法，上紧伫今年年底进行实施。精神病人的这个前端的预防能够予以加强，因此呢，我们就对于社区的一些疑似精神病人的通报，那在新的法规里面也有一些琢磨。卫生部表示，若是经过规律或者是良好的治疗，大部分的精神病友会当正常生活回归社会，所以将会公设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平均33万人口会设一个心卫中心。去年底已经设有48个。每一个县市至少有一个，今年的服务量能有超过57万人次。今年目标是增加做53个，后年是71个。而且新法上大的改变是对于精神疾病严重病人强制住院，将由即马社区治疗审查会裁定，改做由法院裁定。由公权力介入，强制住院的这个判定由法院来判定的这个部分的专业度，还有它的这个整个里面的专业知识的部分，那其实呢，我们有待于这个跟比如说法界人员来做一个很好的沟通。根据卫生部的统计资料，国内领有身心障碍者手册慢性精神疾病患者已经超过13万人，其中要加8成5是住伫咧厝内，表示。厝内人是负担着正沉重的照顾压力，所以也会甲民间团体合作，发展多元社区支持方案，提供家属友善的服务。因若强制住院的部分，因为也会甲司法院看护会合作，上紧明年第2季才会实施。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约旦河西岸的情势恶化，以色列军方伫最近的攻击行动嘛造成14个巴勒斯坦的人死亡。另外，以色列嘛阁继续攻击南部的都市拉法。当地卫生官员伫昨表示讲，已经造成22个人死亡，其中有18个是囡仔。50岁救护车司机穆萨，无偌久之前才开车去约旦河西岸城市杜卡瑞姆，甲受伤的人接菜，遭拄到以色列攻击而死亡。المصابين إذا حصل أي شيء في لحظات قام الجيش والمستوطنين بإطلاق الرصاص على المواطنين。以色列军方自19顶礼拜5开始对图卡瑞姆附近的努尔沙姆斯地区进行大规模攻击。到20犹原继续甲武装分子交火，造成死伤。有人看到至少有3台无人机伫咧天顶飞。以色列军方讲，有2个巴勒斯坦人想要用尖的武器甲开枪攻击，以色列开火反击。
约旦河西花长100公里，宽50公里。自1967年中东战争和以色列占领以来，一直拢是以巴冲突的核心。再加上加沙战争，后者的暴力活动更加严重，包括军队对基层组织的定期攻击。犹太屯军者对巴勒斯坦村庄攻击，也有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人的街头攻击。就是美国通过俄以台援助法案的时阵，加沙地区南部城市拉法遭受以色列攻击。这个阿兄是在老母不幸死亡的情形下出世，伊老爸也在轰炸时阵死亡。تم الولادة بشكل عاجل للطفل لإنقاذ ما يمكن إنقاذه بعملية قيصرية عاجلة للطفل。以色列军方差不多每天拢空袭拉法，国际社会包括美国在内，希望以色列减轻攻击的力量。不过以色列方面，以拉法是哈马斯上面一个主要据点，一个摧毁伊斯兰组织的军事能力为主要目标做理由，扩大地面作战。巴勒斯坦卫星官员讲，虽然以色列大部分的作战部队在这个月初有先撤出南部地区，不过加沙战火是也未停，死亡人数已经超过34000人。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南亚国家马尔地夫将举行国会大选咯，上新的开票结果是显示讲，总统穆伊祖所属的政党伫93席已经取得66席，嘛已经是绝对多数咯。这嘛显示讲选民支持瓦向中国，甲中国经济合作的立场。总统穆伊祖所属的人民全国大会党，摕到掌控国会多数的席次，代表选民支持伊向中国划过，离区域中国甲传统援助国印度的立场较远咧。穆伊祖当咧推动，包括伫咧有争议填海土地等权去做几千户的工具等等，甲中国密切的经济合作。这个投票的结果，嘛当显示选民敢是会当接受。రైతుం బేణువని తరగ్గి హురిహామాణెగ తరగ్గి ఎమ్మె ముహిమకమకి గెదొరవెరికం。伫咧特别投票竞选活动全面展开的阶段，穆伊祖就甲中国的国营企业签署基础建设的合约，是受到大家的关注。另外，原地国内部署一个由89个印度士兵组成的驻军，用新德里当局送的侦测机，伫马尼地夫海顶的边界巡逻。即嘛全部拢遣送倒去印度。地势较低国家马尼地夫，因为有白色的海沙堡，也有未输世外桃源的度假村，号做是度假的圣地。最近这几年，也佫真做印度洋地缘政治的热点，全球东西向的航道，大部分拢有经过这个群岛。北京甲新德里当局，拢因为马尼地夫伫印度洋甲太平洋地区的影响力去甲因搬烂。捌做过建设部长的穆伊祖，伊答应以填海来做地，甲岛屿气候较悬热，较袂淹水。不过，环保人士认为讲，这恐惊会互做大水的风险加悬。మాపడం అది ఫాసా అది బేణం కొరికముగా ఫాసా ఎవరెస్ బోడం ఇంతిహాబకి సీదా హమ అనే హితా హేతుగా గుడుముగా మచ్చ బినా కొరవే ఇంతిహాబే。马尼地夫是上个因为全球暖化地区海平面加悬受到冲击的国家之一。由分布伫赤道附近，南北差不多800公里长，1192个珊瑚小岛来组成。公司新闻吴文亮编译。今仔是世界地球日咯，联合国环境大会23开始，要伫加拿大渥太华举行4天的全球塑胶公约第4届的谈判。这目的是为着要让英国的单调的塑胶消失。伫印尼海峡有美丽海洋生态，人类制作的塑胶本数也伫内底，是咱爱琴海出现塑胶珊瑚群。这对海水漂流不是海草丝，是一个卡伫岩层空棚内底已经变一个塑胶袋啊！这景象互人真着惊。根据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IUCN 的数据，每年至少有800万吨的塑胶废弃物流入大海。全球正做塑胶海峡总共5大区，这地区拢是塑胶袋啊、塑胶管啊，这塑胶的物件。其中一个是伫加州甲夏威夷大大小小相当19个台湾面积这么大。海洋塑料当中，对生物危害真大的是叫做丘陵鱼具的废弃鱼网啊。海洋生物卡伫这网仔内底会袂顶袂当的情形是真多。泰国海洋学家长期观察丘陵鱼具对海洋生态危害程度，已经是无法度估算。Firstly, we will record where we found it, the date, the depth in meters, what type of fishing gear, and what type of surface the gear is on, such as covering a coral reef, rock or sand. 澳洲海洋团体3月公布的研究发现，塑料含有超过16000个化学物质，其中有1/4威胁人类健康甲环境。塑料正做塑胶微粒，是目前环境专家正烦恼的环境主要污染源。联合国环境署收集的资料显示，南北极圈的海峡已经存在塑胶微粒。
其中绿色和平118年公布的数据指出，咱国大陆采集的17个海水样本当中，超过一半侦测到含有塑胶微粒。废弃的塑胶料不只是危害鱼类，因为生物链的循环系统，连人类也受害。研究显示，在香港水域古钓的乌鱼有6成含有大量的塑料，部分鱼类体内塑料残骸高达80片。Even small steps make a difference. 世界各国开始实施减塑措施，永乐团体倡议为日常减少用塑胶袋做起。观光胜地意大利是鼓励游客回收塑胶管来换免费的大众运输票券。智利是回收影响的衫甲本色可制作，为下一代到电竞传播意识。公司新闻张淑芬报道。过来消息来看，有上水山野树花大道清好的大高线三面路段，最近会进行塑化解道路的拓宽工程。厂商要移设这附近的树花的时候，所发现讲有真侪山野树拢互嫩坑下药啊，已经凉要死咯。公路局清早嘛发现讲，有超过200丛受到影响，已经向警方报案，嘛会抢救这个树啊。车路两边拢是山野树，亲像绿色磅空共款。原来一片僻景，即嘛全变款。真侪山野树树叶拢打起，容易死亡。老树的树身佫出现大大细细坑。这是一棵最多3个。受伤的山野树伫花莲县玉里大九线三面路段，过去佫被叫做上水的山野树花大道。最近配合塑化解道路拓宽工程，厂商收机断根，准备刷掉。意外发现山野老树，互人正坑坑油啊！现场相关证物采证送验中，另调阅监视器过滤行经人车，目前已锁定特地犯嫌，并持续扩大追缉中。芒果树就被人弄枯掉了，只是说有大概200个。受灾用的山野路树，树龄拢伫40年以上，清查超过200丛，老树打起容易死亡。警方协报了后，已经展开调查。伫当地民代也要求公路局相关单位要好好讲清楚。有提供大概 CCTV 跟一些那个现场发现一些砖头跟那个农药。厂商有去采集一些基证，看能不能找到这个凶手。伫现场发现农药罐啊，详细动机要去调查。不过路树情形无乐观，目前今年野水灌救，就看特别死的老树是不是会用转好，互山野树会用有生机。记者综合报道。云林县的奥多拜车祸死亡的人数是排全国第3，交通部有补助奥多拜驾训班的费用1300块。即马云林县政府要佮补助1300块，所以满18岁伫云林上班读册，佮有所有的县民拢会当来申请补助。云林县的老人人口多，不过真侪庄脚所在是大骑奥多拜无伫安全帽，或者是唔遵守交通规则，定定造成事故。为了加强骑车的观念，除了交通部补助达人1300块参加奥多拜教训班的费用，云林县府佮补助1300块，而且补助的人数无限制。政府有这种政策，咱算讲有要补助这老岁来这考试安尼，常识啊捌挂嘛较好啦，该修法啦。交工局表示，过去当年参加奥多拜教训课程的人数大约150人，不过县府为去年开始加补助以外，去年参加课程的人数大约达到260人，希望违规甲车祸的风险拢会当降低。所以咱肇事率依照咱这有记录的大概能降低到30几%所以咱的乡亲时代一定要鼓励咱的这无驾照的时代，甲咱这时势一定要来。就这个进来，咱的驾训班来上课。第一只来了，咱一个这个受训的学员，其实这个开销无介济，400到600尔。云林县警察局表示，云林因为骑车的人口多，去年30天内因为交通事故死亡的案件当中，骑奥多拜都有116人，占交通事故的67%。少年人落火出代志的比例上悬，因为骑奥多拜车祸死亡的人数排全国第3名。希望透过补助，让民众参加课程，会当减少骑车违规车祸的风险。记者王伟雄云林报道。再来看高雄市阳明国中的手球队今年要去水电比赛，为着要争出国的经费，家长是带囡仔去路边卖花募款哦。也毋过有人质疑讲，这款行为恐惊违法。也毋过高雄市社会局是表示讲，球队募款毋免申请，所以无违法的问题。
学生囡仔家己制作房仔，伫街仔义卖剪羊仔花。高雄市阳明国中手球队为着要募集出国比赛经费，由家长带8位囡仔，顶礼拜连续2天伫街仔义卖募款。有民众搁甲影片铺伫网络，也引起讨论。认为学生要出国比赛，搁爱家己募款，也有人质疑伫路边义卖，若无申请，可能违法。期许未来呢，假如有类似这样要筹措经费哦，义卖的活动，希望都可以就是能够合乎社会的一个法令，对。那学校这边会再去跟家长做一些沟通。根据社会局款务条例，若是要募集财务，也是接受捐赠行为的单位，关系到无特定多数人的利益，爱伫21天之前来申请。不过，针对这届阳明国中学生囡仔行为，因为因是特定对象的募款，所以并无规范伫条例内面。我们初步了解，伊是为着那个球队嘛，是一个特定的对象。的特定需求，所以它不符合不适用公益劝募条例的规范。校方表示讲，学生家长伫108年就开始有募款的活动，今年球队要去瑞典比赛，学校有向中央申請到4萬塊的經費，只是經費無介濟，家長嘛是好意，要教囡仔一寡道理，才會舉辦義賣活動。針對民眾質疑，未來學校會跟家長再討論，敢要繼續辦。記者鍾耀輝、邱朝陽高雄報道。得到矽酸癌的盲情新思瑶，10月當來攏佇網絡來分享伊抗癌的過程。伊也毋過傳出講已經過身咯，是互真濟民眾真毋甘。醫生是表示講矽酸癌真惡早期發現，對無食薰的女性來講可能是甲基因、甲遺傳有關係。人面冊內底坐坐真樂觀日常的相片，包括成希亞2012年確診矽酸癌第4期。伊真大方分享伊一路試過標靶、化療，還有中醫治療各種的方式，鼓勵朋友心抱希望。不過對抗矽酸癌要12年，成希亞人面冊日發文表示，成希亞要開始另外一個旅程，證實伊已經被誰消息。癌症聽起來很像一個老師對啊，我學到了很多，更了解我自己的身體，然後也更注意身體的一些狀況。所以活蹦亂跳並不能代表真的很健康。2023年台灣上新10大癌症的排名，肺癌比大腸癌佔佫較濟，是排第1。也若得到肺癌的民眾內底，是以矽酸癌佔上濟，而且上接快。過去的認知可能是因為食薰，或者是長期佇咧有空污、甲油煙等等的環境之下造成的。不過，親像成希亞無食薰嘛無食酒這種的女性，嘛有可能因為遺傳，互診斷出得到矽酸癌。而且早期要發現是真困難。其實蠻特別的，有一群女性的族群，她的確就是不抽煙。那問起來，其實她好像也沒有暴露太多的油煙這件事情，所以推估這個可能是跟基因或者是遺傳比較有關係。醫師表示，在台灣癌症登記資料庫顯示，差不多有5成發現矽酸癌的患者，攏已經是第4期。主要也是愛看病情在第幾期來決定治療的方式。若較早發現在第1期、第2期，攏會當透過手術來治療。不過第3、第4期較尾期的肺癌，大部分敢若會當用藥來控制，和平共存，增加存活時間。記者綜合報道。有一寡民眾會食魚油來補充 DHA， 大團隊嘛發現講，這塊營養素咪當用嚟減少泌尿道的感染咱做回來了解。在多條講講解預防感染的新應用，大醫檢研究團隊由各個會支持，加生活中定定看到的 DHA 加創新的矽分子化合物 SC5005結合，結果發現有強大殺菌的活性。而且會當有效程度多條講內面的生物膜，降低感染的風險。生物膜是當細菌它附着在物體表面的時候，它會呼朋引伴，然後形成一個小型的生物聚落，阻止抗生素的攻擊，甚至阻止我們人體免疫系統的攻擊，可以造成反覆感染的主要原因。那因為這兩個都是一些小分子，所以它們可以穿透一般抗生素難以穿透的這個生物膜，然後進而殺死生物膜裡面的細菌。像多條講，那是形成生物膜，可能會造成泌尿道感染。甚至造成腰子衰竭或者是敗血症。目前全世界大約25%成年人大驗時陣會用多療講，而且有75%使用者會出現感染。若發生這種情形，只好拔起來佫換新的，增加患者的痛苦。因為團隊創新研發對臨床病人放起來多療講來看，會當輕度95%的生物膜，而且袂受到
细菌的种类加抗药性的影响。那我们就是希望说，把我们的药物加在生理食盐水里面，然后以点滴的方式滴入到膀胱之后，进行一个灌洗的动作。我们的药物对于静脉导管上的生物膜也是有效的。我们试着去了解说，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清除生物膜的组合，可不可以协助牙科去清除牙菌斑？对生物膜伫咧拄着讲、静脉导管，抑个人工关节，甚至是稳形目镜、去骨痕斑等部位容易出现。所以团队所落来会继续调向相关领域来推动，希望会当赶紧将研究的成果转化成这实际医疗解决方案，提供感染防护的协助。记者综合报道。这几天伫法国有大学开台语课哦。最近真台湾贸易联盟的秘书长林嘉怡去到法国来分享咱台湾文理制度化的过程，还有建立台语医疗课的挑战。林嘉怡嘛讲哦，法国人对咱台湾的语言甲文化是非常的有兴趣，所以咱台湾人嘛应该对家己的文化愈有自信。We don't have to choose gay or choose grey. 台顶当咧介绍台语的腔口差，台卡点点听，除了台湾人，也有袂少外国人。这是国教院的研究员林嘉怡受到法国东方语言甲文化学院的邀请，伫4月19去到法国分享台湾文字制度化的过程，甲创建台语医疗课的挑战。法国东方语言甲文化学院表示，即马确实有真侪法国人对台湾的语言和文化有兴趣，望以后也通有机会加和台湾的研究院合作。À l'INALCO, on a des gens très intéressés par tous ces aspects culturels et linguistiques. Et c'est particulièrement vivant et diversifié à Taïwan. Donc on a vraiment des gens qui sont intéressés par en apprendre davantage. 林嘉怡认为，这届交流互伊感受到法国人毋但对台湾真有兴趣，也有基本的了解，问的问题拢真来，伊是回答甲真欢喜。伊也表示，法国是一个重历史感的国家，台湾的历史嘛真长，不过大部分人却无啥了解。对语言的重视，你一定要对历史、对家己的认同。你有对家己有认同，你才会当去追求历史，追求历史，你才会去肯定你家己的语言。这届专工来参加讲座的法国台湾协会会长表示，看到外国朋友真关心这个议题，咱应该行出去，甲台湾母语介绍予更较侪人知。咱应该爱行出去，看到法国朋友嘛有关心这个议题，所以咱是不是会使用文化的物件来甲这个语言去推散出去？我感觉讲咱台湾人定定看咱家己无，咱足看轻咱家己的。出来外口了后，你看到外国人，看到法国人，因咧讨论台湾的语言，讨论台湾的文化，讨论台湾的历史，因对台湾遮尔有兴趣，因感觉台湾是一个遮尔趣味、遮尔文化、遮尔丰富的所在。咱家己是安怎要安尼看咱家己无咧？林嘉怡强调，台湾的语言遮尔特别，别人拢在研究，咱家己本土却慢慢的流失，有影是真无彩。望大家会使加了解台湾文化的水，甲台语学起来，甲咱的母语捡倒转来。公司国际记者苏聪敏，法国巴黎报道。伫东京奥运摕到男子阿嬷银牌的李智凯，伫结束4站的世界杯奥运资格赛了后，无法度提前摕到巴黎奥运的门票，是真可惜哦。今仔日转来到台湾，讲伊的心情是真复杂，会阁来拼亚洲锦标赛，伊袂放弃参加巴黎奥运的机会。当然会有不甘呐，可是我觉得这就是竞技比赛好玩的地方。那只能说这次可能没有得到裁判的一点喜爱，那可能就是欠一点。那可是代表我们还有更多努力的空间，可以把自己做得更好来应战这样。李智凯前几天伫杜哈的迄场比赛哦，伊总分0.1分，只摕到银牌，嘛无法度提前摕到奥运的参赛资格哦。教练是指出讲，李智凯已经真拼咯，咱是输伫团体作战哦，所以要甲拼5月份的亚洲锦标赛，也是讲用外卡的身份来取得巴黎奥运的资格。再来看辽国的龙坡邦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过去是辽国的首都，也毋过最近哦传出讲当地要起水坝咯，未来哦恐惊无法度搁再坐船看风景，烟花利在船哦嘛拢爱搬走。真侪游客咧翕相，有人爬起咧研究，要将后壁古城斗阵翕入去。辽国龙坡邦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吸引真侪人来欣赏历史文化。不过未来这旅游胜地恐惊会互一个水坝来破坏。
岸边几台卡车出入入，龙坡浜水坝已经开始咧起，加上其他伫湄公河流域顶悬的水坝，恐惊危害这条长河的生态系统，也改变当地人的生活方式。The 20-something communities living along the stretch of river to be flooded by the Luang Prabang Dam will no longer be practicing their livelihoods, will no longer be sending their produce to the town in the same way, and will see a river that's largely engineered and become a river serving industrial purposes. 寮国政府开数10亿美金起水坝，希望解决水尾伤过大的问题，可提供水力发电。只是当地人除了烦恼水坝，互龙坡浜失去世界遗产的地位，烟花20个村头的人，佫会被迫搬走。It's very high river, and after the dam, people change at the own village, have to go to the high in the mountain because river very high. UNESCO 会在今年7月，印度新德里会议顶悬讨论这议题。龙坡浜过去是寮国首都，已经有上千年历史，有真侪佛教庙寺，游客用这阵欣赏豪华美景。暗过未来水坝若起好，这种旅游体验可能会消失。That dam will ruin that experience for locals and tourists alike, because you'll no longer be able to travel there without getting off first at the dam and then probably busing in to the old town. So instead of being greeted by, a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 you'll be greeted by a dam, a big ugly concrete structure. 而且水坝有定地附近无到10公里，就是一个断层带。周边的甘朴济甲越南拢要求寮国投入更加侪时间甲资源，调查水坝暗藏的影响，考验寮国政府伫员工甲建设之间要安怎平衡。公司新闻电为真朋友。真侪人去日本哦！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3度；南部地区上低29度，上悬34度；南部地区上低27度，上悬32度。外岛地区上低20度，上悬30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